你看你的，不会。我是惊妨碍着恁的旗帜。你为多来？我在地，我在讲。我在地。啊，你敢不知看我这作品的安怎？真好啊，大家真搞伙啊。嘿啊，你大名嘞？油画、水彩、亚克力、素描、复合美彩型的，有古典、现代、野兽派的、超现实、抽象，非常多元丰富，让观众可从作品的呈现，体会每位作者的假想世界。欢迎大家踊跃来观赏。12月5号止将推出美学行脚 R1 的画会2019联展，这是一场美的飨宴。顾名思义是美学行脚，要让美学走入大家的生活，使心灵愉悦、舒适，并促进人文素养的启发。欢迎大家踊跃来观赏。这次展出有我们的作品有油画、水彩、亚克力、素描等复合美彩，形式古典、现代、野兽派的、超现实、抽象，非常多元素，让观众可以从作品呈现体会每位创作者的一个假想世界。是。自12月15日止将推出美学行脚 R1 画会2019联展，这是一场美的飨宴。顾名思义的美学行脚，要让美学走人大家的生活，使心灵愉悦、舒适，并促进人文素养的启发。欢迎大家踊跃来参观。1999年，成员来自不同的背景。创作者有感恩的心，呈现环境中美丽的元素。2019